係屬於一個無聊嘅搭檔。大家知唔知道有咩海鮮係唔掂得㗎？猶如無人敢碰，秘密現在被揭曉。大家知唔知道有咩煮麵嘅方法我哋係逃避唔到㗎？我們無法逃避這局面，知否真的想與你回到最愛當天。若是我奔向你，願問會推開我麼？有冇諗過自己會成為冠軍呢？冇，啲都冇諗過。1/5嘅機會。1/5嘅哦，係喎。從來未愛你綿綿。喂，邊個係綿綿啊？唔知喎。Jasmine。搞唔掂。影相嗰陣，突然間播生日歌，跟住呢個人出現咗，跟住我開始流汗。